呢個波以為橫出嘅時候執唔到㗎啦，唔係喺邊漏咗射唔到，但係仲有後邊羅林搞得掂，喊咗出嚟啊！羅林都，哇1-2！嗱，首先當時永新勁咧炒咗上嚟前邊，表妹未攞到第一路之後啦，欣欣再加入田團 NB， 冇辦法起腳背住龍門，俾對手解圍不遠，跟住欣欣再撞咗橫，對面解圍不遠，就俾右腳順勢內檔一射近柱，洛林舉高雙手，呢位當年嘅青年軍，幫刑法追翻1-2！哇！全場洛林呢球波會點啦？咁啊，嗱，佢有一樣嘢好強嘅，佢真係好冷靜 ，EQ 極高。我哋而家全場天人靜晒，就交俾洛林。哇！完美。哇！追翻成2-2啊！88分鐘嘅時間，憑住洛林嘅12碼，2-2。哇！不可能的任務，做到啊！一粒做到啊！哇！洛林英對流浪都要讚 NB 啊！大愛博個12碼翻嚟，讓俾洛林，掛網而入啊！射翻龍門嘅左邊保得夠啊！會唔會食住個勢，直頭反吸埋佢啊！而家仲有1分鐘鬆啲嘅法定時間，將會有補時㗎。